从去年木栅开风灾过后，屏东县政府决定为近期动工海哦，汉卡要为首长万万大桥，所以县政府系在1年2前系开始封桥进行涨桥嘅工程。不过按用以来未出现嘅万万嘅重要送件，就系大家都当地嘅主局界嘅胜利受到下大嘅影响。今日万万大桥系几项嘅通车典礼，希望做啲过一摆带动地方嘅发展。不过其实几座嘅大桥都下望万新验收哦，工程才之前未一场系出现嘅问题。从安阳可能为通车多大安全帽，还系引起了大家嘅疑惑。礼拜六嘅早晨頭，一路嚟來前兩日嘅萬萬主卡大橋，延過時間係因為萬萬大橋封閉施工嘅關係，變咗空落落嘅，生意受到嚴重嘅影響。我哋一度不偏對冇，天生意都冇誒冇通，又上年下社會多嘅對冇。萬萬大橋封閉對交通嘅影響係唔單止係呢。因為嚟往衣服嚟萬萬方便一定好用。嘛，個簡單生意都省啲時間，錯冇？冇啊，繞過太近啦。尤其對市橋是個細路誒，佢行嚟行去，一方面佢危險，又影響到當地嘅出名。我哋查又唔敢試駕，佢唔方便。喺老社主要邊可以公家。全封萬人大橋落成之後呢，向上邊嚟搶拜。恭喜萬人大橋通車啦！因為前東港海嘅工程來封閉施工嘅萬萬大橋，對原來嘅120公尺延長，增加咗240公尺。專家評估做得有效解決淹水嘅問題，但係對橋梁封閉期間，影響主卡嘅上千嘅生意，縣政府嘛感覺到欠費事。那麼這段時間讓我們店家的生意有點受影響，我們要抱歉，但是馬上就會恢復了。特別是有景觀橋、有四溝橋，通通都打開了。那對這在地的這種觀光旅遊，一定會很多人喜歡。橋嘅通誒帶來萬萬地區交通嘅便利，但係前幾日咧，向公所去勘察橋面工程嘅時節，後來發現道路嘅設施唔係一好，有部分嘅路燈實在係檢查土地動往。期盼通車典禮嘅大橋，馬上忙辦理完工驗收，相對嘅嘛影響到用路人嘅交通安全。這樣子啊，我們再解決一下，有這樣的事情哈。縣長應承會將問題帶走進縣政府研究，唔過同問題帶走進去研究，必要嘅時節會限期改善嘅回答，係台灣最時常談到嘅官方語言。公共政策同建設皆是冇完備，人民希望得到利益，首先來受到傷害。透露實施係望完工驗收之前，為促到某種利益來通車，按呢個政策有值得檢討嘅空間。客家新聞潘成旺評論報道。